因為你一次過拆就係3架，一個新塗裝啦，一個城巴45週年，再一個大飾櫃，咁先拆咗新塗裝。每日服務79號，上面就咁樣貫穿新界的，全部都係成班嘅，好快閃。咁首先79號係咁樣，然後呢度都係有2個輪椅標誌，然後就車身都係 B8L 啦，車尾就係咁大部及沙田，車身都係冇差別啦。最奇怪係上頂呢個全部白色咧，有部分。好，咁之後來拆呢個大飾櫃，後面都有段文字。1997年非專利 C 字型 City Bus。咁大飾櫃就係咁樣啦，都係120沙田㗎，唔係喎，係中環。然之後呢個大飾櫃個圖案，最尾有成個，我未坐過大飾櫃㗎。呢個後面都係咁樣，冇咩差別。之後最後一格就係城巴45週年5B 號線。哇！差啲整啦，係啊。咁就係咁5B 銅鑼灣，跟住呢個城巴45週年。車身就係咁嘅，車尾其實都冇咩差別，就嚟到大體就係咁樣，遠少少。好，然之後俾大家睇埋車尾。好，今日介紹就嚟到呢度，拜拜。